大家好啊，咁啊又係三年圖評論啦。今次就講翻馬2026年嘅8月15號，已經係深宵凌晨嘅時分啦。更新幾單馬圈話題啦。嗱，首先呢單嘢又來自日本嘅，咁即係可以叫做一個他山之石啊，有借鑑嘅作用啦，都叫做。咁啊嗱，就話說日本咧有個 JRA 啊，有一年輕嘅騎師就頭馬數字都唔少嘅，即係總之係啲新紮師兄啦，就叫高杉利奇。咁啊話說咧，佢就突然間咧由7月25號開始，呢3個星期咧都冇坐騎冇上陣，好似人間蒸發咁樣。咁啊自然有好多不同嘅揣測啊報道啊走出嚟㗎啦嚇。咁啊就去到呢幾日啦，咁啊就開始明朗少少，咁啊就有啲報道晨操消息嘅網站啊嚇，就話呢個高杉利奇咧就係缺席晨操嘅。咁啊就原本咧有一朝頭早咧就要出示好多馬，咁啊仲要咧係要川田將雅拍跳嘅，有一隻馬係咁啊要人哋大師兄咧等，咁啊佢啊仲要係冇出席 absent 喎，唔係遲到喎咁樣，咁啊就發現佢咧原來前一晚飲咗酒，所以搞到啤啤呼起唔到身咁樣喎。咁最後就激嬲咗個練馬師，咁跟住咧就係個練馬師又同佢解除咗合約啦，兩個咁啊成為咗自由身。咁而喺呢個 X 啊，即係 Twitter 上面咧，已經有好多留言啦，即係有好多嘅講法出嚟，就有啲人啊流出咗佢個師傅，即係練馬師，就俾嗰啲馬主嘅信件，就解釋呢件事咁樣。咁啊講到呢個高杉利奇嘅態度啊，各方面都好唔得啊，咁樣所以先無奈咁決定啦。亦有人咧就傳咧就話咧係之前嗰一晚咧佢就去酒吧就同呢個日本國腳喎，咁我唔知邊個日本國腳啊，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嗰個係日本國腳到底係邊個，就飲酒就掟飛鏢，就應該係賭10萬啦嚇，大家個畫面見到啦咁樣，咁啊即係喂你未成年即係又飲酒又賭博喎咁樣，咁應該不合法嘅喎，如果真係事實嘅話嚇。咁啊，跟住咧，即係事件發酵咗幾日咧，就連呢個係心太斗啊，咁啊，日本地方騎師嘅傳奇嘅騎師啦嚇，即係嗱，如果講傳奇嘅的長文男啊，可能大家最認識啦，地方騎師。咁跟住啊，此夜貴之，因為有喺韓國贏韓國杯啦，咁啊，大家又可能識啦。咁呢個心太斗其實都係好傳奇嘅。咁啊，而家做咗練馬師啦嚇，咁啊，佢都抽水。雖然咧成段嘢就冇提過高杉利奇嘅名，咁但係都知道係講佢噶。佢就話咧，騎師呢樣嘢特別係如果後生嘅時候騎得唔錯咧，就好容易開始輕飄飄嘅。咁啊，任何時代都係咁啦。咁啊，括弧嚇，即係佢自己後生嘅時候都經歷過。一踏入社會嚇，咁啊莫名其妙咧就名利雙收嚇，俾人捧到上天咁。咁啊，自然又係開始就係驕傲啦、輕佻啦。咁啊，之後就係被命運淘汰。咁啊，有啲人咧就可以從失敗中咧吸取教訓而修正，咁啊達到成功。咁但係唔係人人都係咁嘅。咁啊喺呢個賽馬世界，我都係即係做咗30年啦。每年都有新人出道嚇，亦都見過唔少呢啲咁嘅所謂嘅新人王嘅例子。咁啊間中啊有啲新人都可以保持到謙虛嘅，咁但係就並不常見啦。咁我覺得佢係因為佢係地方嘅練馬師啦，係嘛？即係如果 JRA 騎師出事嘅走嚟抽水嘅，如果係地方騎師發生呢啲醜聞，佢未必會出聲講噶。咁但係就嗱，心太斗講嘅嘢都未嘗唔係事實嚟嘅。雖然佢只係抽水，事實上好多新人就係話做錯事，跟住就銷聲匿跡嘅例子咧，即係不論喺中外都有不少嘅。即係當然就住呢件事，我哋好難講話邊個啱邊個錯啦。即係到底練馬師有冇嚴厲得滯啊？或者各位新人係咪真係太過分咯？我哋都唔清楚，都係道聽途說啫。但係我會諗翻起我哋香港咯，即係譬如話過往有壞孩子嘅，即係譬如話余建雄咁先算啦。嗱冇負面啦嚇，即係而家事過境遷，我即係講翻個例子啫。其實當年姚本輝都俾好多機會佢，應該咁樣講。中間有個事，停賽復出，停賽復出都依然支持嘅。咁啊嗱，賴維銘嚇，最初其實佢都試過有青山之寶事件啦嚇。咁啊跟住出翻嚟，吳定強都有俾機會佢啊。咁跟住就之後佢重回正軌，及後成為華將一哥添。愛倫比馬去贏埋谷溫添，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咁樣對比咧，你話即係我就咁樣睇啦。呢個高杉利奇態度差，有劣行，咁係咪就係話咁樣就冇咗咧？咁樣嚇調翻轉頭，我哋香港嗰啲唔係喎，即係都叫做有人情味，俾足機會喎，同埋可以有權翻生喎嚇。
咁同埋就係話嗱，日本嗰個騎術學校，佢哋訓練見習生都好嚴厲嘅。佢哋嗰啲騎校，大家有睇武豐嗰度騎師路途都有講嗰啲刻苦訓練啦。咁啊，香港就更加唔同啲嘅。其實就，但係香港個配套係應該咁樣講嗱，由你試習跟住出外受訓，其實係跟住先至再翻嚟香港騎咧，係好少見嘅嚇。出外受訓除咗累積策騎經驗咧，更加係要令你嘗試下啲刻苦嘅生活啦嚇。同埋個人嗰個自制嘅能力啊。咁翻到嚟香港咧，即係不論騎校啊，你做見習生嘅時候啊，或者保安部啊，其實睇得你嗰啲言行，你接觸啲咩人係咧，睇得好足㗎。你嗰個心理、心智同埋你嗰個態度，往往可能係更加重要。而呢啲功夫咧，其實騎校係會有，即係有好多喺呢方面。咁所以譬如話呢啲高杉利奇嘅事件，我諗喺而家香港騎校呢個制度咧，未必咁容易會發生。同埋講翻高杉利奇呢單嘢咧，即係好多網上呢啲喺 X 傳出嚟咧，嗰啲傳聞未必係真嘅，甚至有人質疑咧，個風就話練馬師俾馬主嘅信就講呢高杉利奇不是係假嘅，有人咁樣質疑過添㗎嚇。咁啊，而呢位騎師本身咧，日本方面係新星嚟嘅，咁希望佢可以盡快復出啦嚇。呢單嘢講下黎超星啦，咁啊話說就早幾日就俾網媒超班馬煲就發掘咗出嚟嘅。咁啊就唔係咩突發嘅大件事，咁但係對呢個馬房都有好有影響，就話佢哋馬房裏面最叫做鎮倉寶啦嚇，評分最高就最大名嗰隻馬叫做燈膽將軍啊嘛，嗱就上季尾就復出咗嘅，咁啊就本來就話係喺4歲頭即係季初嘅時候就有啲傷患啦嚇，咁啊跟住就唞咗一段好長嘅時間，錯過咗4歲經典賽，咁跟住5月復出咧，其實就唔係5月復出 sorry 3月尾就復出。咁跟住都跑咗2場嘅咁樣，咁啊跟住就唞暑啦。咁啊其實當時係不以為意啦，以為隻馬即係我跑完2場咪唞下咁等下季咯。咁但係原來一睇個晨操表咧，就係5月9號，即係佢跑完之後咧就冇再見過面啦。即係晨操見唔到，游水又冇，踱步又冇，咩都冇咁樣嘅。咁即係話隻馬係再傷啦。咁其實就睇馬會個網頁都好快可以 confirm 到係有呢件事嘅，就係佢季尾跑完即係5月嗰場馬之後咧，就又再傷，咁就本來佢係右腳嘅韌帶受傷嘅，咁跟住5月尾咧就係5月再出之後咧就係呢個右前腿不良於行，即係可能係有關嗰個舊患啦。咁跟住8月3號再嚟一個即係傷患報告，就右前嘅球節受傷咁樣啦。咁如果嗱經過咁樣一傷再傷咧，你話能唔能夠跑得翻咧？又未必完全跑唔翻，但係咧就即係就算跑得翻咧，可能都要打一啲折扣啦，嗰個表現或者能力，同埋就係話要等一段比較再長一啲時間啦。上次嘅傷都搞咗好耐啦，馬季初等到季中季尾都幾個月，咁今次可能真係要等成季都未定啊，即係一個 touch wood 8個月、10個月咁樣噶啦。咁啊，其實比較可惜啲啦，因為呢隻馬本來都係黎超星馬房嘅希望啊，應該咁樣講啊，即係個馬房裏面比較側身，同埋有機會可以上一啲比較大賽啦，高班賽事嘅馬嚟嘅。咁啊，而家要等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而黎超星咧，嗱而家個馬數字51隻咧，就應該脫離咗所謂最危險嘅時期噶啦，因為咧就係佢即係叫做最低沉嘅時候咧，40幾隻咁樣嘅啫。咁而家就叫做穩定啦，有馬退役，又間中都會有其他新馬加入，咁啊50零隻咁樣。咁其實就剛剛上季咧換咗副練啦，係咪？蘇迪雄咁啊，好似個頭都開得幾好嘅。咁跟住又其實又唔算太突出。咁加埋呢個燈膽將軍咁樣嘅情況咧，個馬房嘅氣勢係會有啲影響。我只可以咁樣講啦。而譬如話馬匹受傷咧，我調翻轉頭咁樣計，又未必能夠怪個練馬師話，唔識搞啊，搞到啲馬傷晒乜嘛，未必咁樣講嘅。因為馬有傷或者馬突然間停賽唔出得，甚至要退役咧，經常都發生嘅，根本上就唔關個練馬師係咪跑殘咗隻馬唔識操未必關呢啲事，甚至多數都唔關呢啲事，只能夠講係有啲唔好彩咯。咁而黎超星注定就係話佢而家個開局下季就未必會咁順啦，個氣勢上。希望佢會即係都係有啲轉機啦。始終佢而家馬房咧50零隻就未算好少，如果能夠做得好啲嘅話咧，有權可以上翻去嘅。
嗱，最後呢單嘢就講下呢個羅富全啦。其實就因為羅富全早幾日咧就係嗰啲咩從化大合照啊，即係馬房手足嗰啲啊。咁啊就順便咧就講咗個消息，就話呢個陳志忠啊，即係之前一直就係幫羅富全手嘅副練，咁啊就係會回歸嘅。咁啊而家做佢嘅從化副練。嗱，就其實羅富全之前咧，即係最初開倉，咁跟住攞冠軍咧，咁一直都係陳志忠嘅。咁我諗佢哋兩個嘅默契係特別好啦，因為佢哋係同期見習生啦嚇。咁同埋陳志忠嗰個幕後經驗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即係能力都應該毋庸置疑。咁啊兩個拍住上咧就冠軍練馬師都攞過 OK。咁跟住之後就陳志忠就係榮休嘛嚇，就話個仔喺英國留學就陪佢。咁可能嗱2023年啊嘛。咁啊，而家就過咗3年啦，咁可能個仔都讀完書，咁 OK 咁樣，咁啊翻嚟啦，係咪？咁啊，同埋就係話，羅富全而家嗰個即係本來呢兩季嗰個副練阿盧柏奇嘅 PK 佬咧，就轉咗去金敏師啊嘛，咁都要有人幫手啦，係嘛？就本來就話沙田嗰個副練就變咗係唔係 sorry，係沈集成嗰個副練，好後生嗰個，咁就應該叫黎志銘嚇，如果冇噏錯名就。咁啊，就喺沙田嘅副練，咁跟住陳志忠咧就係去呢個從化，咁啊就大家聽落咁樣個佈陣，點解陳志忠翻嚟係唔係主力幫翻去沙田，即係做一個正印嘅副手咧？咁樣嗱，以我心目中可能佢哋有咁嘅諗法，冇分話正唔正印，而係調翻轉咧，因為陳志忠同羅富全嗰個默契已經係好好。佢哋未必需要話成日大家面對面溝通接觸到，都知道對方嘅處事方法，又或者可以一樣行得好順。咁於是咧，其實就係陳志忠去從化，意思就係話咧，成個從化比賽去睇，佢係從化揸晒 fit 嚇。咁跟住羅富全咧就可以專心集中翻喺沙田嘅購務。咁樣去分工，即係因為之前咧，即係羅富全成績好好，贏冠軍嘅時候都係副練係陳志忠啊。咁陳志忠翻嚟會唔會有啲幫助咧？我覺得點都一定會有。嗱，同埋而家我哋睇翻，順便睇下羅富全而家嗰個馬房嘅陣容啊。個馬房嗱，一來都有啲幾好嘅側身馬，紫荊盛世、極上沙龍，或者季尾贏10個馬位嘅實力股啦，咁應該都真係得嘅，係嘛？咁啊，等等嘅馬咧，都相當之係有前景嘅一啲側身馬啦，撳住贏啦嚇，呢啲都係啦。同埋大家可以睇到佢馬房嗰個即係馬房嗰個馬匹嘅評分個班次嘅分佈啦，係幾平均嘅。第1班至第5班都有。咁當然都係嗰啲60零分、50零分，即係3、4班馬都係為主啊。但係就冇話過分集中喺50幾分或者60幾分嘅馬㗎。即係高班馬又有，低班馬又有，中班馬都比例上係多啲，但係都唔算話好偏向純粹中班馬，就個分佈係好平均。咁呢個係好有利個馬房爭取成績嘅。咁啊，同埋結合埋而家為陳志忠翻嚟喎，咁可能咧，即係羅富全嘅成績會唔會上升咧？咁樣嗱，如果有呢個冠軍練馬師可以估嘅話咧，我就真係會試下估羅富全，因為有呢一個好大嘅變數啦，同埋馬房都有一啲叫做係有前景嘅馬，全部都好多見到健康正常係跑得㗎，就算唔係話好有前景扶搖直上咧，好多都健康正常，玩幾場減下分啊，又有呢啲競爭力咁樣嘅馬都有好多啊，冇乜淤血嘅，咁所以就羅富全嚟緊嘅成績咧都值得大家嘅期待，講定先啦嚇，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